台灣人愛啉手揽茶，根據統計，每一年啉超過10億杯，更加來創造着1000億的商機。還講袂少手揽茶品牌的聯名飲料，即擺佇超商嘛買會到。早餐店喝奶茶會不會馬上考？都市傳說，效果很快。超商有咧賣早餐店的冷茶，到底效果有多好？來看賣啊，大家胃腸感動一條。怎麼樣？它有一個香味，比較不一樣的香味，它比較濃一點。它的奶精味好像比早餐店的奶茶再重一點。跑廁所的速度，目前有感覺嗎？也太快了吧！對，比較不會有效果，不會有效果，因為喝起來比較健康。台灣人一年啉超過10億杯飲料，手揽茶趁錢拉落水。超商甲國內的手揽茶品牌合作，主打招牌口味，啉起來到底敢有着味？開喝黑糖牛奶哦，很濃的黑糖味。黑糖味，這個就蠻像的。我覺得相似度可以給到90，一拿起來聞的那個黑糖味就很濃。珍珠丹尼手搖的微糖吧。喝一口吧，喝一口。一聞起來就是那種德政的那個門，它不是會有那個自動門嘛？德政門一打開的那個味道，很好。就是它的那個特色，德政的特色那個茶韻味，它有加重。你會喝手搖飲還是喝超商聯名手搖飲？我還是會選手搖。喝飲料比較傾向於無糖，但它這個甜度就都是固定的。我一定會去買手搖。對，就是我比較可以調糖分啊。半夜的，那沒有手搖可以喝，就只好喝這個手搖。它現在現沖感覺比較新鮮。手揽茶店面的飲料多變，超商就贏在咧方便，到底要安怎選，攏記在消費者。